4月的香港，空氣裡總是裹着一層黏稠的濕氣，狗仔隊的鏡頭比海鳳更無孔不入。當像柏之4胎產女的公式標題像一枚深水炸彈炸開在各大社交平台時，整個華語娛樂圈的神經都被瞬間灼痛了。消息源嚟自某私立醫院的匿名護士，說產房外的走廊裡擺滿了粉色的氣球，像柏之的姐姐全程陪伴，而那個剛降生的小生命，據說有着與母親年輕時如出一轍的濃密胎閥。輿論沒有給這位42歲的單親媽媽任何喘息的機會，3小時內，生父成謎便攀上了熱搜榜首。評論歐里充斥着獵奇的揣測與所謂道德衛士的苛責。然而，真正的風暴眼卻在次日午後驟然轉移，幾乎同一時刻，謝霆鋒被拍到身着休假裝，低調出現在北京某 live house 的後台，那是竇靖童個人音樂會的現場。鏡頭裡，他手持吉他撥片，如王菲的大女人拼肩調音，兩人偶爾低頭交談，神情松弛得像多年的老友。這一幕被媒體刻意拼製成2張醒目的圖片，配文鋒利如刃，親骨肉出生日，生父卻為繼女站台。於是，一場關於血緣與親情、責任與自由的道德審判，在鍵盤的敲擊聲中轟轟烈烈地鋪展開嚟，仿佛每個人都成了家庭倫理劇的資深評委，卻忘了生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劇本。要理清這根纏繞了20年的情感藤蔓，我們必須回到最初的那粒種子。謝霆鋒如像柏之的故事，始於12夜，李清室的驚鴻一瞥，盛放在菲律賓海邊的夕陽求婚禮。那時他26歲，他24歲，金童玉女的童話讓全港媒體都用盡了溢美之詞。婚後的前3年，Lucas 和 Quintus 的相繼誕生，曾讓這個家庭短暫地成為浪子回頭的最佳範本。謝霆鋒在訪談中提及危子時眼裡的油光，至今仍是老粉絲硬盤裡珍藏的片段。但裂痕往往藏在鎂光燈照不到的節奏裡。豔照門的風暴席捲時，謝霆鋒第一時間站出身說：我娶她時就知道她的過去。那份擔當曾讓無數人動容，可信任如同瓷器，修復得再完美，細紋依然在某個暗雨天隱隱作痛。2012年，兩人聯合聲明離婚。措辭克制而體面，只強調性格不合與共同撫養，但狗仔隊依然拍到了張柏芝獨自拖着2個行李箱搬出寓所時，指甲深深嵌進掌心的照片。此後10餘年，他幾乎將整個生命都澆築在2個孩子身上，接送上學、烹飪便當、深夜陪讀，社交媒體上那些不施粉黛的日常碎片，拼湊出一個竭力用忙碌淹沒孤獨的單親母親形象。而謝霆鋒則在離婚後不久，被鏡頭捕捉到如王菲在公寓裡親吻的畫面，那段跨越14年光陰的世紀復合，讓他的公眾形象迅速從負心漢重新飄染成痴情人。只是這份痴情，天然地帶上了對前妻所生骨肉缺席的原罪。再看竇靖童，這個生於1997年的女孩，從降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活在放大鏡下。她是王菲與竇唯的女人，是華語樂壇最不可複製的星二代，但她身上最迷人的特質，恰恰是對標籤的徹底反叛。她剃過板寸，紋過從下巴蜿蜒到鎖骨的直線紋身，組過樂序，在咖啡店打工時曾被客人認出來，卻淡然否認。謝霆鋒與她相識，遠比與王菲復合要早。2014年，竇靖童推出首支原創單曲《With You》時，謝霆鋒便以製作人身份悄然介入。他教他如何用效果器調試吉他音色，陪他在錄音棚熬過幾十個通宵，甚至在他為編曲焦慮到摔耳機時，只是默默遞過去一罐冰鎮可樂。這種情誼很難用簡單的繼父女或忘年交來框定，它更像是2個在音樂世界裡有着相似偏執靈魂的碰撞。他們都對節奏有着近乎病態的敏感，都在少年時期承受過輿論的直敲，都習慣用冷峻的外殼包裹滾燙的納帕。所以，當謝霆鋒出現在他的演唱會後台，與其說是為繼女站台，不如說是一位前輩對後輩創作才華的誠摯致敬。他調試的那把Gibson蜂鳥吉他，正是竇靖童18歲生日時他悄悄送的禮物。琴頸上刻着一行小字：脫童童，別管世界怎麼唱，你只管唱自己的調。
這樣的細節，在八卦標題的轟炸下被稀釋得幾乎透明。公眾更願意相信一個厚此薄彼的狗血橋段，因為那更符合他們對複雜家庭的粗暴想象。可人性從來不是單選題。謝霆鋒對兩個親生兒子的愛，就當真蕩然無存嗎？如果我們願意撥開熱手詞條的迷霧，會看到另一組被刻意忽略的時間線。Luka 10歲生日那晚，謝霆鋒被拍到獨自開車到張柏芝寓所樓下，停留了整整40分鐘，車燈熄滅着，沒有人知道他是在聽一首歌。船是透過車窗望着某扇亮燈的窗戶。Quintus 在學校運動會上扭傷腳踝，是謝霆鋒的助理第一時間出現在醫院急診室，手裏拿着從東京空運嚟的限定版奧特曼貼紙。而張柏芝曾在某次綜藝裏被追問孩子恨不恨爸爸時，沉默良久後回答：他們知道爸爸的吉他聲是世界上最好聽的搖籃曲。這些零散的不成體系的溫情，從來構不成娛樂版面的頭圖，因為他們不夠尖銳，不夠對立，不夠讓圍觀者產生廉價的憤怒或廉價的感動。我們熱衷於討論謝霆鋒為何不去產房外等候，卻忘了問張柏芝是否真的需要他在場。以他對隱私近乎偏執的保護欲，或附一個不被媒體圍堵的產房，才是他最想要的安寧。我們指責謝霆鋒在親骨肉出生日為竇靖童站台，卻忽略了那場演唱會早在3個月前就已定檔，而張柏芝的預產期原本在5月下旬，孩子的提前到來打亂了所有預設的敘事，但在輿論的剪刀手下，偶然成了必然的罪證。更值得玩味的是，這場輿論狂歡裡，3個當事人張柏芝、謝霆鋒、王菲竟不約而同地保持了徹底的緘默。張柏芝的社交賬號停留在3天前，一張他給玫瑰花澆水的側影，配文是靜待花開。謝霆鋒的經紀人霍文希只回應了4個字：不予置評。而王菲更是被拍到戴着耳機在胡同裡散步，仿佛外界的驚濤駭浪不過是一陣穿堂風。這種集體的沉默，在流量至上的時代顯得尤為刺眼。它像一堵無聲的牆，把鬨罵跳憤怒的評論隔絕在外。牆內是活生生的人，有體溫，有眼淚，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複雜情感。我們是否想過，張柏芝選擇生下第4胎，這本身就是一種強悍的生命宣言。她不依附於任何男人的承諾，不乞求舊愛的回頭，甚至不向公眾交代生父是誰。這份孤勇，難道不值得一份起碼的尊重？而謝霆鋒與竇靖童的互動，恰恰證明了一個被苦多人遺忘的常識。愛不是有限的黑洞，給了一個人，就佢從另一個人身上剝奪。愛是一片海，支流越多，水面反而越寬闊。他對竇靖童的音樂指導，與他深夜在危子樓下枯坐的守候，本質上都是同一種情感的不同側面。他只是不擅長用媒體的語言去丈量自己的心情，但公眾情緒的失控也並非全無來由。在傳統倫理的潛意志裡，血緣的權重被放置在最神聖的祭壇上，繼父繼母的身份永遠帶着外人的陰影，而親生父親若對前妻所生孩子不夠殷勤，便立刻被釘上冷血的十字架。這種集體潛意識投射到謝霆鋒身上，便形成了一組嚴苛的期望值。他應當在每一個重要節點，生日、開學、生病，尤其是前妻在生育時，第一時間以生父的姿態出現，哪怕只是擺拍一張懷抱嬰人的照片，也能平息輿論的飢渴。可真實的人際關係，從來不以節點的累計來考核溫度。謝霆鋒與兩個兒子的相處模式，或苦更接近一種遠距離的守望。他不參與日常的餐桌對話，但佢在大兒子申請國外學校時默默寫推薦信。他不出現在家長佢的簽到簿上，卻為小兒子的鋼琴課請了最好的老師。這種缺席的在場，對於普通家庭尚且難以被外人理解，更何況放在娛樂圈的聚光燈下，被放大成倫理道德的考題。而竇靖童這個始終被貼上王菲女人標籤的年輕音樂人，他何嘗不是在承受另一種綁架？他與謝霆鋒的忘年交被曲解為替代父愛的證明，可事實上，他有自己敬重的親生父親竇唯。儘管竇唯過着近乎隱居的生活，
但父女二人偶爾被拍到的胡同散步畫面，安靜得像一幅水墨畫。謝霆鋒在他生命中的角色，更接近一位不素人的酷叔叔。他們聊合成器，聊朋克精神，聊如何在商業化浪潮裏保住自己的稜角。這些話題與他作為父親對 Lucas 和 Quintus 的牽掛，根本不在同一個情感坐標系裏。強行比較，就像自問一棵樹為何不去做一條河。輿論場上那些最激烈的批判者，往往忽略了時間本身的流動性。像柏芝與謝霆鋒離婚時 ，Lucas 才5歲 ，Quintus 才2歲。如今大兒子已長成比父親船高的少年，小兒子也到了佢偷偷用媽媽的手機給爸爸發表情包的年紀。這10餘年間，他們早已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家庭的新秩序。像柏芝是絕對的主心骨，謝霆鋒是週末特工的飛行嘉賓，而兩個孩子在鏡頭前從未流露過對父親的怨恨。Lucas 甚至在採訪中說：爸爸彈吉他的時候，我覺得他像在發光。這種對父母分開的坦然接納，是無數狗血劇本裡寫不出的豁達。他提醒我們，孩子遠比大人想象中更具彈性和包容力。反倒是成人的世界，習慣了用完整的家庭去綁架完整的愛，仿佛愛必須通過朝夕相處同住屋檐下來量化。可海明威在巴黎時寫給女人的信裡說：我離你很遠，但每一次我摩挲書頁，都能感覺到你翻書時的呼吸。有些愛注定是隔着距離的守望，而非掌心的緊握。再退一步講，像柏芝選擇4胎，這本身是他對自己身體的絕對主權，與謝霆鋒是否盡責毫無邏輯關聯。他曾在訪談裡坦言：我喜歡孩子，孩子讓我覺得這個世界存有乾淨的角落。這樣的情感需求純粹而私密，不需要任何男性角色的確認或加持。他獨自撫養3個兒子，如今是4個的經濟能力早已通過多年積累的商業版圖得到證明。他創立的潮牌服飾和人童教育機構每年營收足以讓他無需向任何人伸手。那些替他抱不平的網友或苦潛意志裏仍將他置於被拋棄的怨婦框架裏，卻不願承認他早已抽身而出，活成了自己的碼頭。而謝霆鋒的不現身或苦恰恰是對他這種獨立的最大尊重，不去打擾，不去製造新聞，不去讓產房外變成第2場婚禮般的作秀現場。成年人間最體面的告別，便是各自在自己的軌道上安然運轉，不借過往的餘燼再燃一把圍觀的火。至於王菲，這個始終站在風暴邊緣卻從未失牌的女人，她在此事中的被提及，本身就是一種荒誕。她與謝霆鋒復合後的生活，低調得近乎隱居，被拍到的日常不過是買菜、散步、看畫展，兩人甚至被鄰居抱怨過連吵架都像在說悄悄話。竇靖童是他與竇唯的女人，謝霆鋒與竇靖童的親近，王菲從未公開表態，但若他有一絲不悅，以他的個性，絕不可能容忍這種互動持續數年。成年人的世界裏，邊界感與安全感往往是並存的。王菲的沉默，恰恰是對謝霆鋒人際選擇的默許，也是對女人社交自由的信任。可外界偏要將她拉入三角關係的老舊劇本裡，仿佛一個女人的人生永遠需要靠與前夫、前前夫、現男友的糾纏來定義。這種敘事慣性，才是真正需要被警惕的毒瘤。當我們把鏡頭拉遠，這場鬧劇的本質，其實是公眾對非標準家庭列構的集體不敵。在傳統認知裡，離婚後的父母應當保持戰友般的協作，繼父母應當視如己出，親生父母則必須隨叫隨到。這些刻板印象堆積成一座道德的高塔，任何偏離都會被視作坍塌。但人類情感的豐富性，恰恰在於他拒絕被模板化。謝霆鋒可以同時是竇靖童的音樂知己、Lucas 和 Quintus 的遙遠守護者、王菲的安靜伴侶。這3個身份之間沒有此消彼長的敵對關係，只有不同光譜的折射。像柏芝可以同時是3個兒子的全能媽媽、新生女人的單親靠山、謝霆鋒的過去式合作者。這些角色在他體內和諧共存，並不因為某一天某一人沒有出現在某個場合而崩潰。我們最擅長的就是將複雜的人性壓縮成2個字的標籤：渣或性。
可靈或可恨，仿佛這樣就能讓混亂的世界變得井然有序，卻忘了真實的人生從來是一本寫滿腳注的口書，而非一行加粗的標題。那些怒批親骨肉不如繼女襯的網友，或苦從未仔細看過謝霆鋒談及魏子時的微表情。在某次美食節目裡，他做了一道 Lucas 最愛吃的奶油意麵，鏡頭切近時，他的手指在撒芝士碎時停頓了2秒，輕聲說：我魏子總說爸爸做的麵比餐廳的好吃，因為他喜歡芝士列塊的口感。那一刻，他眼角的細紋裡全是溫柔的節奏。他也曾在被追問是否後悔離婚時，低頭轉動無名指上的舊戒指，那是他與張柏芝的分界。離婚後，他一直戴在中指的另一個關節上，直到某次拍打揮折斷，才摘下來收進抽屜。這些瞬間從未登上熱搜，因為他們不夠爽，不夠提供某種酣暢淋漓的道德評判快感。但生活就是由這些沉默的、無法被截圖的瞬間構成的。它的質地粗糙而真實，遠非150字的短評所能概括。或苦，我們該學去接受一種不完美的圓滿。張柏芝的4胎女人，不管生父是誰，都將在一個充滿母性光澤的家庭裡成長。她的3個哥哥潰用少年人笨拙的方式保護她。謝霆鋒與竇靖童的忘年交，不過是2個音樂靈魂的相互致意。預計父女的世俗定義相去甚遠，而 Lucas 和 Quintus正在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父親與母親的各自幸福。他們從不缺愛，只是愛的形態像水一樣，時而流淌，時而蒸騰，時而凝裂成霜，但從未消失。輿論的憤怒歸根結底是對失控感的恐懼。我們無法容忍故事的走向偏離我們預設的列局，無法接受一個男人既不是徹底的好人，也不是徹底的胚人，無法想象一個女人可以既柔弱又強悍，既需要愛又不依賴愛。這些矛盾的特質在真實的人類身上並行不悖，卻被我們的認知習慣強行切割成對立的碎片。站在2026年的初夏回望，娛樂圈20年的風風雨雨，早已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所有被鍵盤定罪的負心人，最終都會在時間的長河裡褪色成普通人的模糊側影。所有被捧上神壇的完美受害者，也終將被下一波流量沖進遺忘的沙灘。真正值得珍視的是那些在鏡頭之外悄然生長的東西。一個孩子從父親那裡學會的第一個和言，一個母親在深夜查看孩子睡顏時的安心，一個年輕歌手在後台收到前輩吉他時眼裡的光，一對舊人在分手多年後仍能為孩子的升學問題平心靜氣地打一通電話。這些場景裡沒有觀眾，沒有彈幕，沒有熱搜指數，但他們構成了一個人生命質地的經緯線。忠烈勝發言，這場喧囂終究是一場投射遊戲。我們將自己對家庭、責任、血緣的焦慮與渴望，悉數投射在幾個公眾人物身上，然後用道德的標尺反覆丈量他們的人生曲線。可我們忘了，張柏芝、謝霆鋒、王菲、竇靖童，他們不是小說裡的扁形人物，而是有着自我成長邏輯的圓形靈魂。張柏芝的堅韌不該被簡化為苦情，謝霆鋒的沉默不該被讀解為冷漠，王菲的淡出不該被歪曲為高傲，竇靖童的才華更不該被籠罩在父母輩的陰影裡。作為旁觀者，我們能給這個世界最大的善意，或苦是放下裁判運的哨子，把解鬥人生的權利傳給當事人自己。每一份愛都有它專屬的形態，有的像火焰般熱烈灼目，有的像暗河般無聲之漾，沒有哪一種比另一種更高貴。願我們在下一次熱點降臨時，能多問一句事實是雜麼？少喊一聲我覺得應該怎樣？理性不是冷漠，而是願意在喧囂的縫隙裡，為複雜的真相留一盞燈。吃瓜的盡頭，不是憤怒，也不是暫罪，而是對人性幽深處的敬畏與悲憫。畢竟，你我皆在生活的泥潭裡掙扎，誰也沒有資格向他人投擲完美的石頭。